今仔日应该是昨有听着，定定甲我同齐去上班，斗阵下班，而且伫见面就会讲台语的一个查某同事，伊有甲公司石头路，过旧年，过煞，有可能就是要离开公司。就是想讲，会当讲台语的机会，当然就是讲这无法度去强求，就是有即个缘分，有即个机会，就尽量讲。毋过，若是拄着即款代志，嘛是讲，甲人祝福，而且嘛是，就有可能就是去看家教，线顶的家教，啊无就去找一寡台语伴，就是讲，若想要好好讲台语的话，就是爱家己去找一寡方式，就若讲，就是讲机会随时会调整啊，有人会离开，啊有人会安怎就讲无去强求，这就是用即种态度去看人生，较袂讲逐摆拢做艰苦的，想讲伊怎会安尼对待我，怎会好好啊？每摆拢想讲会当练台语，毋过伊怎会落跑啊？都毋免去烦恼即种代志，就是讲拄着也袂要紧啊。我即摆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讲有个人做代志，就是会拄着即种困难任何代志其实拢会，就亲像讲戏剧，抑是讲我写小说时，无可能写一个主角要创啥物代志，拢无拄着困难足顺的。我想讲这是操作的一个册嘛，一个说明嘛，抑是讲迄是剧本。若是故事，抑是戏剧，就是会拄着想要做的代志，有啥物困难，要安怎克服，其实拢是安尼。即马我若讲想要讲台语、学台语、写台语文，嘛是会拄着一寡困难。这困难就是本底就会拄着的，毋免家己想做讲我要做即代志怎会无顺，就是会有困难，较表现讲我袂惊困难啊。莫惊困难嘛，莫惊拄着困难。困难其实就是讲，搁开做较济时间，想一寡方法，加纳一寡学费，其实拢会有成长。这拢是累积的，毋是讲啥物代志讲我即马要学台语，大家拢开始甲我配合，去逐家就就算我台语讲无好，别人嘛会做我的老师，去逐拢拄着老师，拢无人讲请讲中文，拢无拄着即种人。其实这世间都毋是足顺利的，毋过就是因为我会拄着困难，我较会去珍惜。若今仔想要做啥物代志，拢无困难，我颠倒就想讲，这代志哪有啥啦？袂讲足可贵的，无法度去体验这代志的可贵的所在。就亲像讲，想要去面册去写一个即摆的动态，即摆发生啥物代志，每一样拢会当写，这无困难啊，嘛无人甲你阻挡啊。毋过若中国的人去写，有可能伊就想讲，伊阁有可能摕着罚钱，伊要翻墙来去检举别人，抑是讲去看文章，
抑是讲去经营伊家己的名册的口座，对伊来讲拢足侪困难呢。这就是有困难，伊较会想讲，伊安尼写即个文章，做爱珍惜呢。我相信讲有困难，毋是要甲咱为难，嘛毋是阻挡，实际上就是要互咱会使知影即个存在。意思就是讲，若有离别，较会知影存在。若讲有失败，你才较会知影成功。若讲咱做啥物代志拢理所当然，拢足顺的，像讲，大多数的人喘气，拢伫遐喘啊，逐个拢会晓喘气嘛。啊，都袂有人讲，足厉害啊！我会晓喘气，足厉害。都袂安尼，你着会想讲，这足自然的代志，你都袂去思考。若讲今仔有人就是强讲袂喘气，甲背后去漱一口气，讲这是喘气的感觉，就是安尼。就是有时阵，这宇宙的安排是有伊的智慧，就亲像讲，今仔日咱安排学生囡仔有可能就是讲去考试，啊无就是分组去做一寡比赛，其实有第一名，较有上尾名，第一名较有意义。若今仔日都拢无排名，逐个拢第一名，对逐个来讲，第一名都无意思啊。都袂想讲，我第一名呢，这都无啥物通好讲啊。就是讲，我即马做，就亲像讲，有人讲是台湾人讲要学华语，这哪有啥？每一项拢比国高讲啊。这都，有可能嘛较袂拄着困难，无困难，毋过嘛无啥。伊嘛袂想讲佫特别讲，变讲佫写伫日记内底，拢袂啦。这着足普通的一件代志啊。就是讲，我即马学台语有伊的困难，有人就是无爱听，无爱听迄腔怪怪、无够正的台语，有人是会晓讲，毋过无爱通你讲。就是较无找无即个环境，变讲我搁爱找这家教，搁爱四界找，无就爱找一寡社团，搁爱找讲较厚话，较会讲一直讲话，甲我共款伫学习，毋过搁做有心，无就是爱互人学会嘛，就是爱安尼，爱找一寡方式。毋过困难啊，进前我就会想讲，哪会遐困难？拢足艰苦的。讲学这，搁学无好势，有一个难度嘛。毋过就是因为困难去学，去摕这台语的认证，有人就会答出来。若讲今仔无困难，你去拢100分，拢无人会无及格。若是安尼，就袂有人甲即个台语答出来。今仔日有人写台文、讲台语，是使用毋是较华语化的方式，是使用足侪台语的词，大家较会稀奇。毋过，若伫40-50年前，这都无啥，这都每一项拢足够讲的啊，都无困难啊。对我来讲，有时阵会遗憾啊，想讲我哪毋是自细汉就足够讲，
安尼一直讲日拢讲啊大汉，安尼偌好咧，会去牺牲别人。毋过对别人来讲，伊就讲这无啥，伊可能搁爱去看讲会趁钱无，安怎会使用台语趁着钱，这变做伊的目标。啊，毋过我的目标就毋是安尼，就讲啊袂歹，有人愿意甲我讲，安尼用台语一直讲一直讲，安尼开讲，啊，我就做满足啊，就亲像讲，咱的目标拢会去变化。若讲无啥物难度，就袂当做家己的目标，就是即种意思。我就毋免去牺牲，讲这人啊，我若是伊，安尼有偌好咧。啊，对伊来讲，就无啥物好啊。就亲像讲，有钱人，逐个拢想讲，我若是出生就伫好野人的厝内，安尼有车有厝，穿便便，阁会当出国读册，安尼偌好咧。当然啊，毋过对有钱人来讲，这着无困难啊。伊出生就是有钱人嘛，有钱人的囝儿逝世，有讲去留学嘛，做平常的，无需要去思考。这就亲像讲台湾少年辈一出生，诶、一个出生就伫民主国家，啊，对伊来讲，这就足平常啊。毋过，若对香港人来讲，我奇怪伊的民主伫倒位咧？伊会当选举吗？嘛无，阁爱去行路去争取，结果会带头的人阁去互政府杀起来，阁爱去关到监仔内底，都对伊来讲，都毋是遐世上的。啊，若遐世上，毋免去牺牲啊。伊若遐世上，伊的目标会改变，会变化。袂讲有一个有钱人，伊的目标就是做一个有钱人，伊就是啊，伊毋免阁做。伊就是爱做一寡困难会拄着障碍的代志。毋是每一项拢会当做，可能爱拍拼，阁爱运气，阁爱天分，可能有钱人会去学啥物音乐，学甲啥物钢琴，啊，逐工练，一直练一直练。因为若讲要买一台钢琴，对伊来讲这无啥，买乐器爱随时就买有啊。啊，对于有钱人来讲，伊就袂甲买乐器当做伊的目标，伊有可能伊的目标变讲，爱一直练习去参加比赛，阁会使去啥物外国足好的大学，啥物茱莉亚学院之类的。这其实就是这人的道理。我都无想好透，就定定会去牺牲，讲这人台语真好，伊台语若好，伊足有天分的，就是听一解，拼音就直接拼会出来。啊，无就是自细汉拢听台语，伊就有啥物较台语词伊拢会晓。啊，对伊来讲，当然伊绝对毋是讲我即摆讲台语，逐个拢做爱甲我讲台语，就是我的目标。伊的目标绝对甲我无共款，有可能就会像讲，迄假斯面，迄个头人假斯面，迄黑米老师共款。伊想要做的代志，就会想讲，希望去做这做迄，都无共款啦。伊嘛会变讲有失落，伊袂讲足欢喜的，我台语讲到遮尔好咧，着欢喜甲白啊，因为伊
会有新的目标。就变做我就是爱看互清楚即件代志。我若有进步，伊嘛毋是讲足艰苦啊，去互人逼啊，啊无就是讲足无安全感，较互我家己进步。若毋是安尼，是稳稳啊进步，而且是较欢喜的方式。其实安尼就应该爱足欢喜啊！这就是我即马的一个成长的想法，就是讲毋免去牺牲别人。时间开甲比我搁较短，搁毋免开啥物钱。搁上好边仔搁有啥物人老师啊，一寡免钱的老师，可能是家长啊，啥物人啊，啊无是伊工课的环境，等等会甲伊带领。这一切拢毋免去牺牲，毋免想讲我嘛要爱安尼的条件。就是拄着困难，做一件想要做的代志，绝对会拄着困难。毋是拄着即个困难，就是迄个困难。就亲像讲，我几当前伫写长篇长落落的小说共款。我的困难毋是讲写我写毋着啊，无写的档案保存毋知走去倒嘛毋是。毋过我嘛会拄着困难，困难是写了以后讲哪会无人看，哪会无人重视，就是拢会拄着困难，我爱接受，我爱会当接纳即件代志。过来就是我进前的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足想要互大家对我足重视的。毋过我无想互清楚，其实大家伫伊的世界，伊家己是主角，伊上重视的是家己。伊若会去重视你即个人，有可能就是想要甲你学习，学的嘛是为着要互伊家己搁较好。我毋免讲做错误的观念，就是讲我若表现第一名，大家拢会甲我看，拢会甲我关心，甲我注重。毋免用即种方式，就是讲想要争做第一名，比别人搁较好。互别人欣赏，讲传奇啊！这物件敢若有一个人有做到，就是耶稣。伊的信徒讲哇，耶稣做啥物代志拢足厉害，讲啥物话拢足有智慧的。这搁有啥物足侪能力的。伊就真正愿意甲即个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就愿意讲，我拢不爱看我家己，都耶稣就是我的主。敢若有教徒愿意讲，甲即个神明做家己的主角，家己拢我不爱做主角，我做配角拢袂要紧。毋过若是别人嘛是人的话，就无共款啊，嘛是甲别人当做配角，真正家己故事内底主角，敢若会使有一个人，就是伊家己。我着爱想互开，毋免逐工拢想讲我想要表现足好诶，互别人惊吓，互别人看。即就若亲像讲，有人去学道诶，有人去佚佗，去学道遐佚佗。其实想要爱的就是安尼啊，就是一群人，一群人，伊敢冲，敢做，敢牺牲，搁拍人，杀人，搁比别人搁较敢，是为着要互别人重视，互别人看到伊的存在。毋过这真正无必要，因为大家拢是伊世界内底唯一的主角。毋免去拼这，讲有一寡强逼。我着要拍人啊，你会使无注意这个人吗？
我着遐大社花，我着要甲人某啊，当然迄时你是有法度做伊世界内底足重要诶角色，毋过是负面诶，啊无就是爱做歌星名星即个偶像，变成讲有诶人为着看即个偶像，连家己拢袂记住，嘛有可能啊。毋过这应该毋是我想要爱诶即种状况，毋是我要爱即种旧情，我着爱去学去学习，就是讲，敢若有家己是家己世界唯一诶主角。若有人啊，有啥物其他诶原因啊，你做甲流汗，伊嘛是嫌甲流烂，伊就是看着你诶欠点尔尔，这拢无要紧，真正袂要紧。伊诶世界主角就是伊家己。进前迄处女座诶古董师，我着想讲，我着对伊遐好啊，我着足想要甲伊和解啊，对伊遐客气啊。毋知有啥物冤仇，伊对我即种态度，拢毋免去想。伊就是伊世界诶主角，有可能伊需要做一个受害者诶即种立场，因为伊诶需要，伊诶旧情就是爱改写。就亲像我诶儿子，搁有我诶阿兄，即八阿兄就是因一家人有因诶需求，有可能伊需要讲，逐个拢家己欺负即种旧情，伊有需要嘛？安尼其实都毋免讲伊怎会安尼想？阮明明对伊诚好，无家己欺负伊，为虾物要安尼想？拢毋免生气，拢知影讲，每一个人拢伫咧写伊世界，伊诶人生世界诶剧本，着互别人去写。我着负责写我家己诶剧本，我着爱做一寡代志，莫后悔，莫惊，真正去做。若别人伊有伊世界诶需求，伊若讲，亲像讲，我着想讲，哪有人我讲一寡台语，伊着爱讲请讲中文，我着足气诶。讲哪有即种人？其实伊就是有需要，伊世界爱有即种需求。即种需求有可能就是讲，无想遐济，就是无想遐济即种需求啊。当然伊诶世界，伊上重要就是家己，伊就会想讲，你这样嘛够气。你讲这我听无，你哪会不爱讲一寡我听有诶欢喜？毋过咧，我诶世界，我着想讲，我就是爱练习，我就是爱运用。我想叫我请讲中文，这定人伊心内想诶，一定就是讲，我就是爱听甲清清楚楚，莫找我麻烦。无人是对，也是毋对，就是每一个人诶世界，就是家己上重要。我即摆要拼讲好好学台语、练台语，对我来讲，即代志就足重要。毋免去强求讲为虾物别人袂当谅解。我若去安尼想，就会艰苦。我无法度控制别人为虾物不爱安尼想，为虾物要安尼想。有人甲我误会，无就是有人无欣赏我即个风格。迄拢袂要紧啊，这就是别人的想法，就互伊去安尼想。我呢，我着甲我想要做的代志，伫我世界去完成。咱毋免去想讲，我想要伫别人的世界内底对我印象诚好、诚深，拢毋免，迄拢无可能。每一个人世界主角是伊家己，是伊身躯边的人，毋是一个生分人。莫误解。就是安尼，我爱想互清楚。就是爱靠家己啦，我着尽力去做。
像讲听广播电台，迄个档啊，我就是找时间就听去用啥物软体，用即寡方式，我家己会当处理。毋过呢，我若想要同事，对我回嘛是台语，除非就是甲我较好诶朋友诶同事，无因就会讲甲我讲华语。有较熟诶人，抑是讲两个人台语拢诚好诶人，较会讲斗阵讲台语，我就毋免生气嘛，毋免失落，毋免甲开题讲为虾物别人爱安尼，为虾物别人无爱安尼。即拢莫想，就是靠家己。像讲我若有这需求，我着爱家己去找台语伴。无就是开钱去找一寡线顶的家教，无去啥物社团去熟识，就是爱靠家己啦。实在毋免讲想要靠同事，若同事都无即个心，我阁失落，我阁艰苦，实在真正无必要。我即摆会安尼，毋过我就会渐渐知影讲无需要，真正无需要。过来就是讲做啥物代志，是毋是一定爱有别人好诶反应，有一个好诶成绩，会当趁钱无？会当啥物？拢毋免去想济，想要做就去做。就看讲，我有做尽力无？我有找一寡方式无？我有进步无？就是安尼就好啊。毋免阁去想讲，奇怪，别人3个月做兴盛诶，拢无去补习，无去找老师。有诶人安怎阁安怎？有诶人做少年诶，都做到去学台语文。有诶人就是有天分，写诶台语文章都诚好，拢毋免去想济。就是顾好家己。我有尽力还是无尽力？有诶人诚会晓写台语文，毋过伊无写过，嘛有可能啊。甚至对台语阁袂晓讲，嘛有即种人。安尼你要兴盛啥物物件，伊拢还袂开始做。至少我开始做啊。天分无足悬袂要紧，因为我一定有其他诶天分。伫别位所在，无你讲我写遐长落落诶长篇诶小说是安怎写，这就是我诶天分伫遮。就是讲，毋免去比较，讲哪会学台语方面啊？别人可能足厉害，我可能排第几名尔，拢毋免去想济。就是想讲，我想要做，我就去做，就去行动。用啥物方法？搁爱坚持，就安尼啊。就亲像讲，阮姊阮姊就是去学英文。因为伊想讲英文足重要，这是竞争力。竞争力。毋过伊学诶，就是讲诚无兴趣，即个文化，阁无啥物使用诶机会。伊去学，只是想讲，因翁就是去做悬诶顶司，做甲 CEO，就需要英文。伊嘛袂当输啊，袂当讲因翁会当用英文去甲香港人去对话。伊做伊某，结果英文讲你讲啥我拢听无。有可能是有即种压力，互阮姊真正开钱去学英文。毋过学诶效果有限，因为兴趣都无伫遮。有可能有学台语诶天分，毋过伊有可能想讲，台语就毋是就安尼讲诶就好。而且即摆流行诶是华语啊，台语就去学这哪有啥嘛？无啥物了不起。有可能伊有安尼想，变做讲伊台语诶程度足好，足有天分，毋过伊无为即条路
去做，嘛无去坚持，嘛无去学台文，会对啊，就是变做无需要去欣赏啥物人，搁是啥物人，就是我选一条路，我有去做，搁有坚持。爱看着这无形的物件，毋是看着讲，这人有天分，我无天分。这人少年，搁成绩悬，我着年岁有啊，毋过表现搁足普通，拢毋免去用即种观念。我需要的观念就是讲，我有坚持无？我有热情无？热情较是重要的。无你讲英文学的，毋过嘛足册英文，就较袂久长。我就是因为看开即个道理，所以我去学台语，毋是去学英文。我着看开啊，知影讲，若是为着啥物工课上的目的，为着民主，为着行遐未来需要用着英文，若是即种原因，其实学起来啊，拢袂快乐。袂快乐，就会去投撇，就会去想讲，哎呀，足忝呢！哎呀，拢袂记了了，规气莫学啊，就是安尼。